一期一把火，莫花气。作者：陈金花。咪一路上，咱有这个日头花园啊，爱感谢你。头一摆来，就爱着这个园啊。园啊，大约有4分，徛街、活动区、甲建筑区各占一半。我平时上班教台语，较少有时间通住伫遮。即马拄着武汉肺炎，教育部延长寒假，佮鼓励人尽量莫出门。煞有几工仔假日通来遮住，感觉足感恩。感恩会当甲忧心化作温馨，伫遮度过武汉肺炎来扰乱的春天。香火是寒天人上温暖的代志。火点倒了后，甲大颗茶落伫火炉内底，互温温啊烧。毋过爱斟酌维持即把火，莫花去。坐伫火炉仔边拍电脑，感觉足温暖。听鸟仔声，风吹树叶仔的声，三不五时啊，听着鸡啼、狗吠，有时佫听着鸟鼠伫天棚走相肉的声，会当安尼安然自在伫田园生活，实在足有福气啦！香火互我想起做台语的心情，要维持一把火，莫花去，嘛爱有一点仔功夫。每一路上，会记伫咱拄熟识的时，就有约束要做台语志工。你讲咱莫虚华，爱像订茶安尼才俗会久。即句话互我足感动。后来你真正含我天头做，你总是讲时势遮尔歹，咱做的事工就是顾即把台语火，莫互花去。听候老的人，搁来甲火混互搁较大拍咧，无毋对，爱用心台语火。才顾会好势。我就是敬茶、抾茶、煽风点火的人。我爱足了解无共差质，应该爱用伫什么无共的时机，互逐块茶拢有路用着。先来讲起火，一开始需要一张旧报纸，用赖达去互导火，轻轻甲下伫炉仔底，则添一堆幼茶机，也是拍茶会较好行。等火温起来，就添中班的茶机。有时拄着火无够炎，我会用一杯茶饮，甲煎入去，确定火旺起来则响。较有档头的大颗茶来烧，若无火连面就搁花去这过程甲烧台语火同款。我开班教台语，甲人搬烂，是迄张旧报纸，用台湾话做赖达，去互导火。对学员上课，为无台语意识，讲到粗浅了解台文处境，算是添一堆幼滑的茶几来试看会倒无。带人来参加台文活动，互人认捌台文世界，就是因迄杯茶饮。过来鼓励读写台文刊物。设立台语老师做目标，带动参加台语认证。这就若像添中班的茶几，这个时阵
火开始有固定的温度啊。接下就是爱做大决定，选择路线，因为要甲人相近嘛，爱有三两步七啊，一定爱成就家己，就亲像遐有挡头的大裤衩来烧。我会鼓励人进修，读台文研究所，读台文博士，准备做台文所教授。有机会就引带高人跟随台文教授偷人学习，做伙上周。希望因有机会挖进台语团体，哪服务哪发挥能力，练功夫。台语会需要台语人共同的热度相敬。阮伫点火、导火、甲一起一把火卖火气的过程中，看见逐块茶的路用，阮随时准备一支来搭，甲一张旧报纸，无论幼微茶机、超音、中班的茶机、大颗茶，只要一火炉提供伊的热度，这把火就会当延续。每日路上，感谢阿立组，互咱伫拄好的时间熟悉，有机会加热度贡献互台语这把火。逐摆要离开园仔的时，咱做伙甲阿立组所讲的话，我拢记条条。为228到中国试验，灾难中感谢你陪伴医治，这把火莫花去。咱继续爱台湾，抢救台语。